这是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蒋阳。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致函哀悼法国前总统逝世；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接见蒙古信众；司政与卫生部长荣获藏人民间团体颁发的奖章；流亡藏人民众庆祝圣雄甘地诞辰150周年。藏人行政中央任命5名550愿景青年大使。中国建国70周年标志着其占领和残暴统治西藏超过一甲子。西藏人民议会敦促美国政府尽快任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首先带你来看今天的第一则新闻。当地时间9月26日上午，法国前总统雅克·希拉克逝世，享年86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闻讯后致函逝者家属，表达了哀悼和慰问。达赖喇嘛尊者在写给法国前总统雅克·希拉克的遗孀贝纳德特·希拉克夫人的调研信中写道：“我很荣幸在希拉克先生担任巴黎市长期间认识他，我把他当作西藏人民的朋友。在他担任法国总统时，我很赞赏他与德国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因为这有助于欧盟的团结。我也梦想着类似的有远见的政治计划将传播到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达赖喇嘛尊者进一步写道：“我也非常敬佩他所倡导的欧盟一体化方面的奉献精神。”逝者希拉克于1995年至2007年2度出任法国总统，被誉为法国30多年来其中一位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此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五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官邸接见了一批来自蒙古的信众，鼓励蒙古信众努力研究和学习佛法，并将所学的知识与现代科学结合，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达赖喇嘛尊者于9月27号在达兰萨拉官邸向蒙古信众发表讲话时指出，西藏和蒙古的佛教徒应该努力研究和学习佛教的主要经典，并将所学知识与现代科学相结合，使源自印度那兰陀的佛法传承将延续到22或23世纪。尊者进一步强调说，蒙古人可以为佛教的延续做出贡献。另外，本周二，西藏康区玉树流亡藏人福利协会向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和卫生部长颁发奖章，表彰其为西藏社会做出的出色贡献。总部位于印北达仁萨拉的西藏康区玉树流亡藏人福利协会，为了表彰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森格和卫生部长许中旺秋在任职期间为西藏境内外民众和西藏问题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分别颁发了感谢奖章。据了解，该协会还计划向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进献感恩奖章。此外，在领导印度取得独立的圣雄甘地诞辰150周年之际，藏人行政中央在嘎夏秘书处举办升印度国旗仪式，隆重庆祝了圣雄甘地的诞辰日。10月2号，在圣雄甘地诞辰15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藏人行政中央在嘎夏秘书处举办升印度国旗仪式，并为了纪念这位伟人，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响应印度政府的清洁印度、反对一次性塑料用品运动。当天，在达仁萨拉为主的印度各藏人定居点和学校展开了清洁环境活动。下面来关注有关藏人行政中央方面的消息。本周二10月1日，藏人行政中央嘎夏宣布将任命5名35岁以下的550愿景青年大使。这一任命旨在从近期举行的550青年论坛与会者中为年轻及有远见的年轻藏人提供平台。5名任选的青年大使将对印度各地的藏人定居点、学校和寺院以及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进行为期2周的参访行程。他们还将与各自所在国的藏人行政中央驻当地办事处协调工作，并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参与各种针对西藏青年的演讲活动和会议。
本周二，中国在北京和全国各地隆重庆祝了70周年国庆日。但是，由于近期香港局势持续不断的动荡，以及中共在西藏和东突厥斯坦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外界将中国的国庆日称为国殇日。中共建国70周年，也标志着其入侵并残暴统治西藏超过整一甲子。在60年的岁月里，基于中共对藏人基本自由的严格限制，任意逮捕和拘留、酷刑和非自然死亡均已成为中国在西藏统治的象征。对此，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新闻处秘书长斯旺加布阿热亚在回应时表示，如果要从表面上看待这些中国政府所宣称的治藏主张和实际实施的政策，我们会发现许多问题和矛盾。在本期新闻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来观看一则来自西藏人民议会的消息。为了加快解决西藏问题，西藏人民议会于本周二敦促美国政府尽快任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11月1日，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泰奥梅卡奇和藏人行政中央前部长丹巴次仁的陪同下，美国国会工作人员参访团访问了达仁萨拉，并参访了西藏人民议会秘书处，会见议会正副议长。正副议长在与美国国会工作人员代表团举行的座谈会上，呼吁美国政府尽快任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并谈到了今年稍早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举行的第7届世界议会支持西藏大会。议长还进一步向美国国会代表团介绍了西藏境内的现状以及藏人自焚事件等，呼吁美国国会继续支持西藏的自由事业。观众朋友们，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就为你播报到此。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消息，请登录以下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